同學午安，我係溫 B 班嘅林曉君。今日我為大家講嘅成語故事係既往不咎。春秋時代，孔子有一個學生叫做在我，係一個好明白事理嘅人。有一日，老哀公就問在我啦：土地上嘅牌位應該用乜嘢木材會比較好呢？於是佢就話：可以參考古人嘅做法，好似夏朝嗰陣時係用松木，殷商時期都用柏木，而周朝一般都係用栗木，意思係要令人民戰慄啊！孔子聽到在我呢番話之後，就責備佢話啦：已經做過嘅事就唔需要再解說，已經完成嘅事就唔需要再去挽救。而對過去嘅事更唔需要去再追究是非。我相信好多人都曾經因為過小事去憎恨別人，但係有冇諗過後果呢？有冇諗過自己只要讓一步，事情可能會變得完全唔同？我都試過有咁嘅經驗。我以前有一個好朋友，我哋喺一次分組入面發生咗爭執。我哋嘅爭執一發不可收拾，互相都認為係對方嘅錯，唔肯道歉，最後仲冇理過對方添啊！直到而家，我仍然都喺度諗，點解我當初唔肯同佢道歉呢？可能我道過歉，我哋嘅友誼會延續到而家，但係我冇因為咁而去氣餒，而係將呢件事作為一個教訓，不時去警惕自己。我希望當大家發生同類嘅事情嗰陣時，都可以記起既往不咎呢個成語。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